本片由双子星有线电视赞助播出。大家好，欢迎来到实习日志。那我们接下去找另外一位漂亮的主播。上次有看我们节目的观众就知道，我们有提到主播他会穿什么拖鞋、短裤播新闻。虽然说上次没有让你真的看到，但是这次我们是去看一下，说不定能看到真的穿短裤跟拖鞋在播新闻。OK， 那我们就去找姐姐吧。嗨，姐姐。今天轮到我了吗？对，今天轮到你了。哇，让大家看到我这个主播前的样子。好，姐姐问你一下，就是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我现在就是刚才呢，把我们的新闻已经把今天的新闻汇整了之后呢，好，那我现在就要修改今天我要播报的主播稿。那因为主播的话，他可能需要有读稿机的辅助，对，那我们把新闻播得更顺利。其实你该不会穿这样子播新闻吧？这样子吗？对啊。其实我私底下是比较喜欢这种轻松一点的打扮尤其我还蛮喜欢咪咪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台的地方新闻赞播。好像也不太对，不太对，对不对？但是那个鞋子的话，主播他会穿什么？拖鞋。鞋子，这个鞋子是拖鞋。你猜这双拖鞋有几年了？大概10年有吗？10年。23年。23年。从我进公司到现在，我都一直穿着这一双拖鞋，我的最爱。好久哦。对，虽然它现在感觉已经有点破旧，它是有点木屐型的，但是因为它穿起来很舒服，所以我其实在办公室的时候，希望自己可以放松一点，我就很喜欢这一双拖鞋。然后，因为它一直陪伴着我，所以它就算再旧，然后再破，我还是尽量的可以把它修补，就是舍不得丢掉它就对了。就跟那些人小贝贝一样。哦，没错，就跟那些人小贝贝一样。这是我的小鞋鞋。好，但是我要澄清一下哦，因为我刚刚其实有偷偷听到你们讲说，主播都穿拖鞋在播新闻。对。但是那是在只有拍到上班日的时候，我们希望说，自己可以放松一点，让自己的播报更顺利。所以我自己个人不是每个主播都这样，我就会穿个拖鞋。但是做节目的时候，我们的鞋子可是非常的漂亮哦。姐姐是不是带我们去看一下你的鞋子？好，其实我们主播的衣物间呢是从来没有公开过的。今天好看你们两位那么可爱呢，就破例带你们去参观一下。好，那我们来到姐姐的更衣室啦。没错。好，那首先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拖鞋以外的漂亮的鞋子，来大家一起看。哦，好多哎。对呀，那其实我们在做活动或者是录节目的时候，因为拍到全身，所以呢，我们会把鞋子买的漂亮一点的，然后尽量豪华一点的，这样才有做节目的效果。那你看，像这个。很粉嫩的花朵型的啦，还有珍珠型的啦，对不对？然后各种造型。其实这个金色的是不错看，造型也不错，对吧？可是这个是不是会打死人呢？是有一出电影是用这个当武器，没错。没错。可是它穿起来的话会很高挑，很漂亮。还有这双看起来超酷的，对呀。为什么它的吊牌还在这里？也买到忘记拆吊牌。其实这真的，我有时候多到忘记拆吊牌。真的。对，所以我的鞋子，其实这些展示出来的大概就是我的1/50的鞋子而已。1/100，我觉得应该1/100。其实如果做了20几年呢，那个节目或活动有需要的时候，一年买个5双至10双也不过分吧？确定吗？可能一定会超过的，应该是不会那么少了。对，就是自己爱买，没办法。对啊，好，直接就是你像这么多鞋子是不是也要有一定搭配的衣服？没错，人家说呢，一双鞋可以搭配10件的衣服。好，反正我就是爱买啦。好，来，今天也让大家参观一下我们主播的衣服。那这边大部分都是主播在穿的啦。好多哦，什么颜色都有，什么花色、这些也是只是一部分而已，很多都放在家里。对，好，那如果主播的话，其实最适合就是穿西装领的，对不对？比较专业。对，像类似这种西装领的就对了，然后颜色就有点格纹也 OK。好，那好像我们这种白色的。整套的套装，然后搭配一下这个里面的衬衫，这都很适合播新闻。这2件又是我新买的，超爱买，因为工作需要，工作需要。对呀，你看好看吗？好看，那湖水绿的不错看。对呀，不错看哦。然后还有这个斑马纹的。对，没错。好，那我今天呢就来穿这一件好了。好啊，那我们先期待一下姐姐等下去换衣服，因为她等下播新闻。对。那我们期待一下，等下就可以看到姐姐正式的样子的。好，我去换装喽。好，拜拜。为什么主播一定要穿西装不能穿一般可爱的衣服去报新闻？你想一下，今天一个主播，然后我穿着米老鼠在播新闻，我这样不是显得我很专业吗？但是这样看起来比较亲民啊。不是亲民是另外一回事啊，我播新闻就要给人家专业，我有公信力啊，对不对？好吧。好啦，其实我们这边争论没有用，我跟你讲，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主播姐姐到底换了什么衣服。OK， 来吧。噔噔。你看，我们姐姐她刚没有换衣服嘛，然后
戴眼镜啊，然后绑头发，然后现在化了全妆，然后头发放下来，换了很正式的西装，这样看起来就是很专业，很有公信力，对不对？好的。赞。好，那这样子，你们今天这部片子可以杀青了。可以啊，可以啊，谢谢姐姐。哦，好，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是秦碧泉，我们再会，拜拜。拜拜。耶，好，大功告成哦。OK。偷看。还是拖鞋。欢迎收看12月28号礼拜一的中嘉台人地方新闻。日日出面，即日政府内提如果